想要互囡仔愿意开喙学台语，事实上是无遐困难。这新德市培育台语家庭计划有安排各种趣味活动，除了用台语搬故事、用台语来搬戏以外，即马搁再互囡仔发挥创意，家己用笔啊画意大利烘饼，囡仔若算自然学台语，效果真好。大家会使安尼，家跳跳的，加入去内底哦。囡仔发挥创意，伫纸顶悬画各种色水，佮利用无同款的食材做披萨。全台语的创作过程，不论是大人也是囡仔，拢算甲真欢喜。伊足介意算这种活动的游戏的物件，拢足介意的。就是甲台语用伫内底，就是足自然的来讲安尼，唔免特别去学啊，是安怎，就是足自然的讲出来。较少讲台语，所以带来遮，互伊较习惯，啊，渐渐伫厝诶讲台语安尼。除了算创意以外，老师阁互大家明白各种无共实在的台语讲法，互囡仔伫游戏当中自然开喙讲台语，抱囡仔家己动手做，哪算哪体验，现场充满台语声，阁有笑声。透过甲大家做伙耍，耍颜料，安尼就会使练习讲手啊的感觉，阁有目睭对色水的感觉，啊，阁有鼻啊会使闻到无共款的味，色水安尼学白耍啊规身躯乌嘛嘛拢无要紧。新德市培育台语家庭计划，鼓励家庭伫日常生活当中使用台语，用台语生活来参加家庭，除了会当摕到台语家庭的认证点数，尾仔阁有奖金通体。透过奖励，鼓励更较侪家庭培养台语意识，加入台语家庭。记者刘君豪，新潮报道。